2026台湾真正老的第一年与救生衣测试，从2026年开始，台湾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。这意味着什么？10个人里面就有2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人口统计的现实。如果不改变准备老年的方式，10个人里面有9个会遇到完全相同的3座大山，不管你是退休、公务员、工程师，还是一般劳工。让我先为您说明，什么是超高龄社会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，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的20%，就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。2026年，台湾将成为亚洲第2个达到这个标准的国家。这代表着我们真正开始生活在一个老年社会里。但请您放心，我们还有时间准备，前提是现在愿意正视这个现实。让我先自我介绍，我是张宏奇，退休前担任一家长期照护机构的副院长，在安养照护领域工作超过30年。在这些年里，我看过太多家庭原本以为准备得很充分，却在真正面对老年生活时，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没准备好。请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部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今天我要跟您谈的，就是这3座每个台湾家庭都会面对的大山。第1座，医疗与长期照护的危机；第2座，长寿加上通或膨胀带来的财务压力；第3座，2代之间被拉扯的家庭关系。如果您认为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那这部影片就是您在2026年这艘船驶入漩涡前最后一次检查救生衣的机会。为了说清楚这3座大山，我想先跟您说一个故事，一个很多人会觉得听起来就像自己的故事。陈国雄的梦想退休画面，让我为您介绍陈国雄先生。今年68岁，退休前是一所国中的教务主任。他的太太林美珍女士66岁，曾经是小学老师。他们有2个孩子，儿子陈志豪在新竹科学园区担任工程师，女儿陈雅琳在台中当国中老师。陈先生一家住在新北市一栋屋龄30年的电梯大楼里，社区安静，重划区改建后环境很好。如果您看陈国雄先生的退休生活，会觉得这简直是台湾退休族的完美范本。房子没有贷款，2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每个月超过9万元台币，银行定存还有300万的紧急预备金，只用在真正突发状况。2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家庭，工作稳定。如果是我看到这样的生活，也会想，我这辈子准备得太完美了。每天早上5点半，陈先生会到社区公园打太极拳，和那些老朋友们聊聊天。早餐在市场附近的小摊吃，咸豆浆配油条。林美珍总是把最酥脆的那一段留给先生。下午，林美珍去上书法课或水墨画课，陈先生则去围棋社。晚上，2个人在小厨房里一起做饭，吃完后泡一壶阿里山乌龙茶，看着窗外城市的灯光，
这种生活安全、温暖，像诗一样的老年生活。陈先生符合台湾人最常被建议的3大黄金条件：第一，有房产，没有抵押；第二，一进这退休金稳定，加上紧急预备金；第三，孩子有工作，有自己的家。陈先生甚至曾经在社区大学开过幸福退休理财管理的课程。但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来，这确实就是一张完美退休生活的宣传海报。可是，以我在安养机构的经验，我知道这幅画面还缺少一块非常重要的拼图。接下来，让我告诉您那块缺失的拼图是什么，以及它如何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，彻底改变一个家庭。第一座大山，当医疗系统跟不上老化速度，在年轻的社会里，医院是为了处理急性疾病、意外手术而设计的，但在超高龄社会里，大部分的痛苦其实来自那些会持续5到10年的慢性疾病。这就是第一座大山的核心，健保保护我们不会因为没钱开刀而死，但几乎无法保护我们不会经历10年的衰弱、跌倒、功能复健、长期照护。让我用陈先生的例子来说明，那是一个台北寒冷的雨天，林美珍在家里只是轻轻滑了一下，陈先生立刻带她去区域医院，等待找停车位，整个气氛都很紧张。年轻的医生很快的检查，安排 X 光，结果出来没有骨折，但严重骨质疏松，有肌肉萎缩的迹象。医生用很快的速度解释，骨质疏松要补钙，肌肉要多运动，然后就叫下一位病人了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，血液就像车，血管就像路，如果骨头脆弱，就像老旧的道路开始崩塌，再好的车也开不稳。这就是医疗系统在高龄社会崩溃的机制。大医院人多，看诊时间短，医生没有足够时间解释。慢性疾病需要的是长期追踪、精细调整药物、持续的复健与训练。而且长照2，0虽然有评估分级，但很多人只能得到每周几小时的居家服务，对复健需求来说完全不够。这就是第一座大山，医疗系统的问题不再看不到病，而在看得到病，却得不到正确且足够的老年照护。陈先生夫妇从医院回来后，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，物理治疗、骨质疏松、针剂、营养补充品、居家改造，这些都不在他们原本的退休蓝图里。医疗系统没有崩溃，但对于老年人的需求，他确实力不从心。而这个认知是陈先生面对的第一个震撼。第二座大山，当存款像流水般流走，而自己没发现，很多人会想，我每个月有6到8万，生活简单就够了。但只要一次跌倒，医疗和照护费用就可能让每月支出跳升到接近9万，而当事人甚至来不及察觉。这就是第二座大山，钱看起来够，实际上根本不够。让我用具体数字说明，这些都是基于陈先生的案例，但也是很多台湾家庭的共同处境。1对1物理治疗，每次500元，每周2到3次，每月12，0元。骨质疏松针剂自费，每6个月20，0元。
平均每月约3,000到4。零元营养补充品、钙片、维生素 D3、BCAA 胶原蛋白，每月3,000到4。零元居家改造、扶手、防滑瓷砖、医疗床，前几年平均每月摊提几千元，计程车或 Uber 每月5,000到6。零元结论，从原本每月30元很轻松的开销，跳到每月80到90，零元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我们称这个肿状态位慢慢变穷，但压力很大。这里有2股力量同时挤压、通或膨胀，全联、早市、水电、瓦斯都在涨，以及寿命延长加上医疗费用。退休族的心理是这样的，不想动用那300万本金，但被迫每月提领1到2万。看着余额慢慢下降，让我分享一个洞察：最糟糕的感觉不是没钱，而是知道自己还有钱，但每次要用的时候，都是一次惊慌。陈先生开始发现，原本以为可以安稳用到90岁的退休金，可能在75岁就会出现缺口，而他们现在才68岁和66岁。如果没有新的现金流策略，很多人会从老年安逸变成老年紧张，但还要装作正常。这种焦虑是无声的，也是最折磨人的，因为你不能跟孩子说，不能跟朋友说，只能自己默默承受，而这种压力会加速老化，形成恶性循环。陈先生夫妇在面对第2座大山时，才真正理解退休准备，不只是存够一笔钱，而是要有持续的现金流管理能力。第3座大山，当亲情在2代之间被拉扯，这是唯一一个会出现具体人物冲突的段落，因为第3座大山不是系统问题，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。在母亲生病、费用增加之后，儿子陈志豪在新竹科学园区工作，背着500万房贷，孩子读私立学校回家探望，他很不好意思地开口，希望爸妈能帮忙一部分新房子的头期款。因为靠近竹北高铁站，为了孩子的未来，陈国雄在太太医疗费用的压力下，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：你以为爸妈的钱是无限的吗？这是妈妈的救命钱，不是让你再买一间房子的钱。空气凝结，双方都受了很深的伤。这是整部影片情感的最高峰，观众会清楚看到2代人都被同一个系统压得喘不过气。让我们退一步，冷静分析，陈志豪不是不孝的儿子，他是3明治世代，一个人扛房贷，孩子太太辞职在家，工作压力巨大。陈国雄不是自私的爸爸，他是第一次直视太太可能需要长期照护的危机。在超高龄社会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还在，但子女的经济能力和时间已经不足以承担，这种感觉悲伤，但温暖，让观众反思自己的家庭，而不是互相指责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刚开始电话很多，回家探望也频繁，时间久了，电话变少，内容都是子女的压力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想打电话请孩子帮忙，但又怕麻烦他们，最后就算了？这就是关键洞察。
我们不是输在孩子不爱我们，而是两代人都精疲力尽。陈国雄和林美珍开始明白，他们不能把所有期待都放在孩子身上，不是因为孩子不孝，而是因为时代变了，结构变了，子女的工作强度、生活成本、育儿压力都远超过我们那一代，要求他们像我们照顾父母那样照顾我们，已经不现实。而这个认知虽然痛苦，却是改变的起点。翻转地图，从受害者变成老年 CEO。在医院里，看着太太躺在病床上，陈国雄突然意识到，我不能再用上一代父母的老年地图了。这句话是关键。如果继续等孩子、等政府，第一个被抛下的就是自己。这个高峰不是聚焦在痛苦，而是觉醒和决心。陈国雄决定，从现在开始，他要成为自己老年生活的 CEO。他开始制定新计划，而这个计划也是给所有观众的一堂课。第一步，重新掌握健康主导权。他找了一位住家附近的家庭医师，愿意花时间完整解释病情的医生，把所有不同科别的药单集中，请医师重新调整，减少重复用药，降低剂量，学习使用智慧型手机，加入关于骨质疏松、肌少症、长期照护的 Facebook 和 LINE 群组，学会询问社区的复健资源、照顾者喘息服务、辅具补助。这就是健康 CEO 的定义：自己掌握病情资讯，不把一切交给医生，懂得问问题，理解药物，明白治疗目标。让我提供一个清单，每次看诊必问的3个问题：我的病现在在什么程度？这个药的目标是什么？我在家可以做什么来改善？当您开始主动，即使医疗系统有漏洞，它也会成为您手中的工具，而不是困住您的牢笼。陈国雄开始记录每一次看诊的内容，太太的血压、血糖、用药反应，他建立了一个简单的 Excel 表格，追踪复健进度。他也开始主动联系长照中心，了解评估流程，可以申请的服务项目。他发现，虽然系统复杂，但只要愿意学习，很多资源其实是可以取得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不再觉得自己是被照顾的病人，而是管理健康的负责人。这个心态的转变，让他重新找回掌控感。当您成为自己健康的 CEO， 您会发现恐惧减少了，因为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金钱屿网络为台湾老年重建后方基地，经过掉整后。陈国雄每个月不再持续提领存款，而是有了稳定的利息收入。这个高峰在于一种感觉，原来还有办法，不用陷入老年窘迫、却至沈默觉的困境。接下来是具体的解决方案。第2步，财务重整。陈先生去找银行或证券公司的理财顾问，不是为了炒股票，而是为了把一部分定存转到固定收益产品、债券型基金、ETF 债券、月配息产品，目标创造稳定现金流，最大程度保护本金，卖掉很少开的车，减少税金加保险加维修支出。他们把原本的300万分成2部分，150万保持流动性，作为真正的紧急预备金
150万投入月配息的债券 ETF， 每月产生约6,000到7元的现金流，这看起来不多，但却大大减轻了每月提领本金的压力。第3步，社交网，若与情感支持，参加社区长照据点、老人活动中心、唱歌、画画、养生运动。陈国雄用过去的管理经验帮忙组织活动、管理账本，重新找到我还有用的感觉，建立老友互助小组，交换钥匙，约定如果谁有突发状况，朋友是第一个出现的人。这里的关键概念是，财务安全不再只是纯哲理的数字，而是现金流足够生活，有医疗预备金的缓冲空间。家庭方面，召开家庭会议，公开财务状况，明确说爸妈已经没有能力资助买房或学费，爸妈需要孩子帮忙的是时间、体力、具体支持、接送、看病、协助、网购等。结果说清楚之后，与子女的关系反而更轻松、更实际。陈志豪理解了父母的处境后，不再提买房的事，而是每周固定1天，带住孩子回来陪爸妈吃饭，帮忙处理一些需要用电脑或手机的事情。陈雅琳虽然在台中，但每2周会打视讯电话，关心父母的身体状况。这种调整后的关系没有那么多金钱的压力，反而让情感更真实。最后的结论，阿布，当您敢重新划定界限，孩子会减少罪恶感，你也会减少被遗弃的感觉。这不是冷漠，而是成熟的爱。2026测验给每个台湾家庭的3个自我检视问题。现在让我直接问您3个重量级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如果明天您或您的配偶跌倒需要住院，您知道要去哪里，看哪位医生，出院后该做什么吗？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每月开销因为医疗突然增加3到4万台币，你有办法增加现金流而不破坏本金吗？第3个问题，如果您需要孩子留下来照顾1个月，你敢打电话明确说出需求，还是只会沈默承受？这3个问题可能问到您的痛处，但他们是唤醒的提醒。请让我安慰您，如果这3个问题让您感到不舒服、焦虑，这不代表您失败了，它只代表您还有时间准备。让我再次快速重复3个准备步骤。用清单的形式，成为健康 CEO， 找家庭医师，理解疾病，理解药物，认识住家周围的服务网络。重新设计退休金，优先考虑现金流，保护本金，用成人的方式和子女谈钱，建立社交网络，不要把所有情感期待放在孩子身上。主动走入社区，我想鼓励您在留言区分享，您觉得自己哪一点最像陈国雄？您的家庭有没有认真谈过老年规划？如果您觉得这部影片可能帮助到一位朋友，LINE 家族里的兄子，请分享给他们，也许这就是一场非常重要对话的开始。让我告诉您，为什么我要制作这部影片。在安养机构工作30年，我看过太多家庭在父母真正需要照顾的时候，才发现大家都没有准备好，不是因为不爱，而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教我们，在超高龄社会里该怎么活。2026年不是世界末日，而是一个提醒，我们需要用新的方式
重新思考老年。如果您看到这个理，代表您愿意面对，而这份勇气已经是改变的第一步。最后，我想对每一位观众说，我们都会老去，但我们可以老得更聪明、更有尊严、更有准备。祝福您和您的家人健康平安。我是张宏琪，我们下次见。